美国加州洛杉矶的野火烧到今已经是第4天，到初10为止已经烧超过一半的台北市这么大片，超过1万栋建筑被烧掉，至少有11个人死亡。这段时间传出有侪个所在消防装无水通用，也那州长是已经下令调查。另外，这场火灾保险理赔金额可能会达到新台币6600亿，可能让加州的保险市场发生危机。为空中看洛杉矶郡野火烧了后的情形，那亲像去互人攻击过的战争惨况。这场美国历史上上界严重的森林野火灾难第4天，目前还有6个火场还佫咧烧炭。虽然组长火势的圣塔安娜强风已经小可减弱，肯尼斯火场也有50%的面积得到控制，不过这4天落来已经烧毁145平方公里的面积，超过半台北市的大势。那强风可能在后礼拜会更增强。特别下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切实搁再承诺，予灾区一切必要的协助。So we're going to keep working 24/7 to support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to fully stop these fires as soon as possible. 野火烧炭的真侪灾区要宣布夜间宵禁，严防有人趁机会抢劫。也是予准总统川普批评失职，要求伊落台。加州州长纽森切实正式下令调查是安怎伫野火期间有真侪的消防水头水压不足，无法度供水，严重阻碍消防员拍火。前几天都有民众不满消防水头根本无水。Fire hydrants are empty. Firefighters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but we need to do things more proactively before. 因为大火造成空气品质真差，洛杉矶郡初10宣布进入卫生紧急状态。纽约时报报道，大火期间，太平洋断崖火场区一个关键水库停用，嘛是拍火水源不足的原因。专家指出，加州的供水系统是为着城市设计，本来就无法度用来应付这种大规模的森林野火。另外，目前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万栋民家甲其他建筑。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保险理赔金额可能超过200亿美金，约卖超过大票6600亿，金额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也有可能会让加州的保险市场面临破产。其他公司是预估这场野火会造成上济150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约卖大票4.9条大票。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